我们今天開箱西盛立式暖風機220伏直連供電，機身非常的小巧，並且在上方有一個皮質的提手，旋鈕支持6檔可調，分別是制冷和制熱，支持搖頭，它有防傾倒功能，我們把它放倒即可斷電。大角度的廣角送風加搖頭，無論我們是坐在沙發、床邊，使用上都非常的舒適。它吹出來的風是非常的柔和的，可以避免使我們直吹，而且吹出來的風也不會燥熱，因為它使用的是雙渦輪的聚能增壓技術，雙面熱源加上風場協同，使得吹出來的風更加的遠，更加的柔。從前方可以看到內部是多項的導熱網格體，所以它散熱更加的快。搭配後方2枚風扇，涡輪對向加壓，使得我們形成一個漩涡氣流通道，使輸出的風更加的強勁。我們實際把分貝檢測儀貼着它測量，也只測到了 52.7 dBA， 它的分貝很低，使得我們在工作時不會因為它的噪音影響到我們的工作效率，睡眠時也不會影響到睡眠，實現一個安靜使用無存在感的供熱。现在我們看一下它的升溫，哇，它的升溫表現非常的快啊！我實際測得這個出風口的內部已經達到了100多度，不過它吹出來的打到人體的身上的溫度確實是挺柔和的，是一個黃金溫度，約45度左右。這是因為它有控溫技術，它不會一直的熱下去，它上面的熱片熱到一定程度以後就不會再升溫了。真是3重發熱呀，不愧是3重發熱呀，2秒鐘即可速熱，達到它的最大溫度。雖然說它升溫快，用起來是非常安全的，我們不用擔心安全問題，因為它有多項的保護，多鏈路的安防系統，多鏈路的安全系統。首先是有加熱保護以及電路故障保護、高溫斷電、電流穩壓和電路負荷以及熔斷保護、電流過流保護，還有防傾倒功能。採用的無毒害、無刺激的材料制作，6檔的旋鈕調節，加高溫加耐高溫的金屬網罩，純機械結構，非常的簡單且安全耐用。像我們辦公，比方說像我這樣擺在辦公桌上來使用，在這邊辦公室非常的愜意。閱讀寫字，冬天用它就不會凍手了。也可以在家裡休息的時候，手腳冰涼的人吹一吹腳啊，吹一吹手也非常的不錯。或者把它放在衛浴洗澡的時候呢，我們也不會說因為室內溫度在冬季的時候較冷啊，渾身打哆嗦，解決這個問題。整體採用的是無明火設計，不耗氧，無異味，不會影響空氣的濕度，並且即使閉合的空間也可以使用。那麼開箱我們就到這裡，喜歡的不要忘記訂閱這個頻道，我們下一期再見。